今集我帶大家近近地去過澳門珠海2日1夜，人均幾嚿水，跟住我出發啦。今次珠海澳門2日1夜，主要我哋都係去飲食食，重點會介紹2間餐廳。第一日我哋坐金巴直接去澳門，呢度係大三巴附近嘅澳門議事亭，呢度係澳門福隆新街。想揾好嘢食可以嚟呢度，想揾嘢食仲可以嚟呢度10月初5街。澳門街景其實都好有特色㗎。話咁快就嚟到第一間想介紹俾大家嘅餐廳，鋪頭位於利泉碼頭旁邊，特色食物有蝦子撈麵、錦鹵雲吞同埋米通鯪魚球。我哋仲叫咗碟豆豉炒蜆。打晚我哋嚟到珠海富華里，呢度係歐陸風情嘅步行街。如果你係鍾意打卡嘅後生仔，呢度絕對啱你。呢度係珠海圓明新園，國家4A 級旅遊風景區，係依照北京圓明園按1:1比例重現清代皇家園林，特色包括中式園林、江南細香同埋西洋建築群。依家為大家開箱我哋今次住宿嘅地方。北山大院係嶺岸革命打卡點，佢係一個清代嶺南風格古代建築群，文創小店、咖啡同街頭藝術集於一身嘅地方。入夜我哋嚟到華發商都，呢度面積佔達18平方米，係一個大型綜合商場，好適合一家大細嚟打發時間。嚟到我哋第2間重點介紹餐廳，佢叫白玉串城，想食串燒一定要嚟試。呢度最特別係有全自動串燒，呢度唔單止有各類型嘅肉類串燒，仲有厚切多士同埋紫薯。如果大家叫美團仲有水冷麵，呢個大家真係要試下。鍾意呢段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啊！希望下次見啦〜